新闻一开始，咱先继续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上新的消息。这届地震是严重损断东部的交通，真侪所在路目前要当地咧修理。也那台九线苏花公路的清水桥，按算找到暗时6点会先单线双向管制通行。不过目前要一直有地震尾，石头不时会落落来，要修理是真困难。车五已经用无人机空翕灾情的状况甲勘灾。也那台北线中华公路，按算车7会当单线通行，车10进前会完成专线通车。这里是9区洞隧道对外的道路，目前落实频繁。大大小小石头一直连落来，因为有地震尾造成抢修困难。台北线中华公路9曲洞进前，平均每10分钟就连一摆石头。在公路局抢修之下，目前台北线上新的进度到车5下晡3点，东边已经抢修到172 K 9曲洞磅空移动路段，西边部分向东通过151 K 6条，畅通167 K 天上以西。按算车6早起10点开放小型车向西通行的河上受困民众路线，到目前台北线依然有4载点，有个中华公路车7畅通单线，车10进前完成全线通车。不过路况真歹，地震尾真济，畅通推进是真困难。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推估在明天下午3点可以抢通到天祥隧道的西口。今天的点到明天的点，大概我们还有7公里的工作。抢修赶紧清洗苏花公路，为台九线苏花公路车6部分通车做准备。交通部指出，下清水桥桥6期阻断，按算车6暗时6点抢通，先予小型车单线双向管制通行。不过，帅气几天东半部地区、中部山区可能有明显雨势。经过强烈地震了后，边坎、卡喙石都也出现土石流灾情。那车6通车了后，搁落雨，路可能会搁受阻，相关单位也呼吁，若无必要，唔通搁进入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